第17日，巴基斯坦俾路支人。阿爸天父，今日我哋嚟到你嘅施恩寶座前，為到1000萬嘅俾路支人向你呼求，求你憐憫，伸手拯救。因為政治環境嘅原因，俾路支人長期活喺貧窮、落後同埋無休止嘅衝突中。恐怖襲擊已經成為佢哋嘅家常便飯，佢哋活喺沒有指望中。誰能夠佢哋開出一條活路呢？我哋奉主耶穌基督嘅名宣告：係住在至高者隱密處嘅，必住在全能者嘅蔭下。滿有大能嘅神，你要招聚俾路支人喺你嘅隱密處得保護。你更要安放佢哋喺你嘅蔭下得享平安，因為你係樂意施恩憐憫世人嘅神。雖然喺俾路支人中沒有已知嘅信徒，更加沒有宣教士在其中，但我哋相信主你仍能行神蹟奇事，救贖嘅恩典要臨到佢哋。我哋相信，因為你嘅心意係要萬人得救，不願俾路支人沉淪。奉主耶穌基督大能嘅名字祈求，阿門。